这就是你碾压过都委会，也就是你们就是强奸的都审委员会的这些委员，他明明就表达了有不同的意见，你们的主席就说多数同意，多数同意，多数共。这就是你们的公开透明啊！在太阳底下，你们公开强奸别人啊，就是如此啊！当天林亮君在场，我在场，里长在场。在主席要做这个决议的时候，有3位的委员加2位的议员加1位的里长都有意见。好，你说议员不专业，委员总是专业的吧？委员说，你们退缩的节点可不可以重新送大会来确认？主席怎么说？主席刚刚说多数决，对不对？他在现场讲，你没有看直播，我告诉你，我在现场。他告诉大家说。好，委员，你的意见我听到了。但我们就是有都审委员有共识的，是不是有矛盾？是不是有矛盾？都审委员专业决议，3位委员认为要重新送到都审大会来确认。那我们的主席跟人家说好，但我们共识通过。今天早上。现在我们在专案会议的同时，也在做都审，有都审委员针对礼拜一的决论提出异议，要求要远雄把退缩的空间重新送大会审，你们还是用程序就驳回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议员在这边讲没有办法，连有权利的委员要求你们做，你们也不愿意，然后你现在告诉我是专业决定，你的专业在哪里？市长。如果当天的会议有委员表达不同意见，不被主席接受，这样子的决议可以通过吗？我也讲了哦，凡事还是有专业嘛，还是有说，当然是这样的。我也知道说1个2个反对，如果说这样讲，那台北市没有跟县都跟。好，当天都审会的时候，有没有听到委员有提出不一样的意见，希望重新送都审？对，他们是有提，但是我在做决议前有在问。有提，为什么你不接受？你就用强迫的方式，市长你觉得很好笑，这就是你碾压过都委会，也就是你们就是强奸的都审委员会的这些委员，他明明就表达了有不同的意见，你们的主席就说多数同意，多数同意，多数共。